Hello，各位朋友，又係我早市啊！今個禮拜3月18日咧，谷草有9場賽事上演嘅。咁我嘅精選場我揀咗第8場嘅3班1200米，首選我係揀呢隻1號嘅真心傳奇啊！咁呢隻馬今季嘅表現咧，雖然係比較差啲，咁但係其中咧跑今次所角逐嘅谷草1200有一場咧跑2班賽，其實都追得幾勁啊！不如睇翻嗰一場賽事嘅表現先啦。真心傳奇呢一場係1月14日嘅2班1200嘅，佢係粉紅衫，而家起步咧唔係好快啊，差唔多墮到去包尾10號碼。咁而家前邊放咗出嚟咧就有隻包裝伯樂嘅，咁然之後咧入邊就有隻百駿巨星啦，開面上嚟咧就係年少多好。咁嗰陣時咧就係爭緊呢個百萬挑戰杯嘅貼欄咧，而家第5位嗰隻就風雲武士一場嘅頭馬。咁而家嗰隻真心傳奇咧喺尾二嘅位置。前啲咧仲有啲咧至尊貴寶嗰陣時咧喺百萬挑戰杯打緊頭嘅馬，咁而家前面咧年少多好跑呢個1200米咧早段一定係佢最快，放嚟成2-3個馬位嘅，跟住咧包裝伯樂，然之後就係百駿巨星嘅。咁後面有啲馬都可以留意下，就係大外檔嗰隻翠紅咧，今次有份跑呢個2班1200米，咁而家真心傳奇咧開始想攞出去外檔嗰度喎，但係又唔夠位喎，睇下田泰安啦又想攞翻入去，咁而家都其實走蝕幾多位嘅，反而外邊嗰隻翠紅咧就一路喺外檔嗰個蝕位望空嘅。咁而家前面風雲武士已經唞咗出嚟嘅，開面至尊貴寶追落去追佢唔到啊！真心傳奇呢幾步其實好勁啊，最後跑到第5個終點。咁嘅真心傳奇咧，雖然贏馬就喺田草嗰個錄得嘅，咁但係谷草其實個性能都唔差嘅，因為佢嚟香港咧初期2仗都係跑谷草呢個路程，係後上跑第2。咁今次咧正式跑翻呢個標準評分區域嘅3班賽就跑翻個路程，而且咧同場嘅快馬幾多嘅情況底下咧，應該咧有利去追趕嘅。降翻落嚟3班角逐咧，應該可以咧交代係反彈㗎啦。咁次選方面咧，會揀翻呢隻3號嘅幸運星球啊。咁今季呢隻馬都係大熟當起㗎，轉咗去無偉傑馬房之後咧，今季可以話因逢第2春咁滯㗎啦。喺3班都可以一放到底贏馬，但係上一次咧起步又慢咗，不過翻嚟其實都輸唔遠嘅。今次只要起步順利，可以自己一隻喺前面放咧，都有一定嘅機會。第3選方面咧，我就會揀10號嘅團結勇士。咁呢隻馬喺鄭俊偉馬房咧，已經喺呢個路程連贏咗2場啊。雖然上次咧喺3班同程嘅表現好似比較差啲，但係留意翻嗰一場咧，佢起步好順利嘅情況底下咧，有少少搶口嘅，咁入直路勁力稍弱咧可以理解，但係其實咧都唔係輸好遠嘅。今次換咗阿班德禮上陣排翻內檔起步，而預計咧早段都有幾多快馬，佢如果可以咧留守喺內碟有遮擋嘅位置咧，可能會有交出更佳嘅表現嘅。咁第4選咧，又係揀翻潘頓嗰隻志滿同行啦。咁呢隻馬近期咧都係連仗可以跑入前4名嘅。雖然咧3班咧未贏過，咁但係連仗都有接近嘅演出嘅。今次轉咗過嚟谷草上陣咧，對手會比田草弱啲嘅，亦都可以加入考慮。3月18日我嘅谷草精選場係咪介紹咗第8場？順序係呢個1號嘅真心傳奇、3號嘅幸運星球、10號嘅團結勇士同埋7號嘅志滿同行。咁至於三寶場合，由於介紹精選嘅第8場關係咧，都係介紹尾口12注噶。咁今次賽事咧，我就幾睇好蔡約翰同埋廖康銘呢2個馬房嘅，都係揾佢嘅馬做重心。咁其中第7場咧就係呢個2班嘅1200米，咁廖康銘嘅翠紅咧，呢隻馬其實都係跑呢個路程係起家嘅。今年雖然咧就試過去跑呢個4歲馬嘅系列，但係跑完經典1哩賽之後咧，都冇再繼續跑呢個經典杯㗎，落翻嚟呢個谷草1200米。咁睇翻頭先真心傳奇嗰條片咧，其實佢嗰場都幾蝕嘅，翻嚟都追近。咁所以今次排翻個3檔起步啊，形勢應該會好啲，底下咧又可以喺前列甚至係贏馬翻嚟嘅。咁至於蔡約翰嗰隻8號嘅競進輝煌咧，近期縮翻落嚟1200米嗰個路程表現係比前更加穩定嘅。咁呢隻馬其實都幾重口，咁所以咧
抒情角逐咧，對佢嘅發揮係有利啲嘅。咁今次賽前咧，翻咗去從化試咗2課習，都可以一放到底翻嚟嘅。今次早段咧，如果快馬唔多，佢其實都可以借一隻喺前面放嘅。阿田泰安咧，上次都叫贏翻馬，有翻啲信心嘅，希望咧今次會繼續有好表現。咁第二關啊，頭先都講過，第8場係3班千二米揀3匹啦，就揀翻呢個1號嘅真心傳奇、3號嘅幸運星球同埋呢個10號嘅團結勇士。而尾關咧就係呢個第9場嘅3班1里，又係揀阿廖康銘同埋蔡約翰一對馬。咁正路啊，當然係呢個勁沙塵啦，不過佢始終都係重磅啲㗎，135磅要讓對手咧至少7磅咁多嘅。咁而賽後馬房嗰隻爆得美麗咧，啱啱翻咗去試咗課從化集，就係加眼罩後上係贏咗個組集嘅，而贏嘅馬咧就係啱啱贏尾場嘅扣女一世美麗。咁呢隻馬睇翻喺外地方面咧，都係戴眼罩贏馬，咁所以咧今次加呢個配備咧，隨時可以變身嘅。今次嘅三寶3月18日係介紹尾口12注，頭關係第7場6號嘅翠紅同埋8號嘅勁進輝煌，次關第8場1號嘅真心傳奇、3號嘅幸運星球同埋10號嘅團結勇士，尾關就係呢個第9場1號嘅勁沙塵同埋12號嘅爆得美麗。咁下一次賽事就係1年1度嘅打比大賽咧，但係之前嘅禮拜6咧會有10場嘅澳洲金拖鞋大賽嘅賽事咧轉播過嚟香港受注啊，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